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微細台，又到咗我哋每個星期最期待、最迷惑、最令人懷疑人生嘅環節——一周大癲。今個星期我會叫做美國人嘅執着大賞，有人執着到一個小數點，有警員執着要將成個農場一隻一隻趕翻入欄，仲有人執着用下爬頂住一塊滑板頂足成個鐘。好，廢話少講，立即去第一單。第一單係來自威斯康辛州，標題我會叫做捉心理嘅限速牌。威州 Allegany County 嘅一個回收中心，佢哋門口擺咗一個全新嘅限速牌，個數字係限速 17.3 里。係啊，你冇睇錯，係 17.3， 連個小數點都非常認真。正常美國大部分嘅時速限牌都係25、30、35，最多偶爾會見到15，正常會用15或者20。你估唔到佢哋會用 17.3， 點解係 17.3 呢？回收中心個負責人 Jordan Hiller 解釋過，就係要你停一停，諗一諗。佢話一個咁奇怪嘅數字會打破司機嗰個 autopilot 嘅狀態，逼你 double take 吓 17.3， 然後不自覺就慢咗落嚟。我聽到呢度第一個反應係，你係咪用緊心理學去玩交通法律？呢個唔係限速牌，呢個係行為經濟學個案研究。佢哋表面係叫你慢駛，實際係玩緊一個叫 cognitive disruption 嘅心理 trick。回收中心唔再係回收中心，係 University of Allegany， 免費教你心理學。而且 17.3 里邊個分得清呢？你車個標板唔會走 17.3， 你只係識揀大概17定大概18，即係話呢個牌嘅 enforcement 完全靠人嘅良心同精神錯亂程度。喺香港呢個就好似你喺屯門見到一個牌寫住最高時速 49.7 公里，你個第一反應唔係慢駛，係攞電話出嚟影低 post 上 IG。如果香港運輸署都用呢個方法，可以喺青馬大橋擺個牌，寫最高時速 99.9 公里，紅隧入口寫最高時速 49.5， 隧道內寫請保持時速 70.4 公里，誤差容忍 0.3， 保證全港司機都會企晒個 cognitive break 度。呢條新聞教咗我哋一件事，有時你嘅問題可能唔係執法不嚴，係你個告示唔夠癲。講完速限牌，第二單。主角換咗一位印第安納警員，第二條去到印第安納州 Grand County。話說個 Sheriff Office 收到一個報案電話，條路上邊有隻動物。正常警員聽到呢句，腦海會出現咩畫面？一隻流浪狗，一隻貓，最多係一隻鹿。佢哋派咗 Deputy Corporal 去到現場，發現嗰隻動物唔係一隻，係雞、火雞、鴨、鵝、山羊，全部一齊出嚟散步。冇錯，你冇聽錯，係成個農場走晒出嚟。警員身上個 cam 拍低咗成段過程。呢位 Deputy Corporal 一個人要將呢班動物逐隻趕翻入欄。雞撞鴨，鴨追鵝，鵝又跟山羊，山羊就唔知自己係咪喺度翻緊工。Deputy 一個人喺中間玩緊真人版嘅 Animal Crossing。呢條新聞最搞笑嘅地方係個報案者真係好客氣，淨係話有隻動物喺路上面，你開始係見到一隻嘅，但跟住有第二隻、第三隻、第四隻。報案嗰位呢個時候應該已經喺度懷疑人生，我打911應該講幾多隻先夠精確呢？換轉我係警員，去到現場見到呢個畫面，我第一個反應係馬上 call back， 請更新 incident report。原本講係 one animal， 呢度現場 update one farm over。而最英勇嘅點係呢位警員，佢冇 call back up， 冇 call 動物管理局，佢一個人就咁徒手將成個農場慢慢趕翻入欄。Sheriff's Office 個 Facebook post 仲特登強調冇動物受傷，所有動物都返回原位。呢句嘢應該有獎，呢個叫做穩陣型公務員語言藝術。講完成個農場走晒出嚟，第三單更加離譜，呢個係執着嘅最高境界。第三單，我哋去到愛達華州，主角叫做 David Rush。呢個人已經有350項健力士世界紀錄，冇聽錯，係足足350個。佢平時都喺度做啲奇怪嘅世界紀錄，就係用下巴頂住啲嘢。今次佢揀嘅項目係用下巴頂住一塊滑板，頂得最耐。最後佢頂咗足足1個鐘頭。David Rush 自己都承認呢個項目啱啱開始時痛到爆。佢喺網上寫滑板原來係一個出奇咁尖嘅嘢，30秒已經痛到爆。即係話佢開頭都覺得搞唔掂，但佢嘅反應唔係放棄，係借咗個朋友屋企啲滑板，揀翻塊邊位扁啲嘅嚟玩。呢個就係350項世界紀錄背後嘅 mindset。正常人遇到痛就停，佢遇到痛就揀塊冇咁痛嘅滑板繼續玩。呢個唔係挑戰自己嘅極限，呢個係系統性地優化痛苦。而最得意嘅地方係呢個項目根本冇任何商業價值，冇任何科學貢獻，冇任何體育意義，但 David 就係要做。佢嘅諗法係邊個都諗唔到嘅奇怪紀錄。
呢條新聞教咗我哋一件事：人生最浪漫嘅事就係到一件冇人做，亦都冇人理嘅事，然後做佢350次。David 真係做到。我覺得今集3條新聞其實串住一個共同主題：美國人嘅執着，唔需要任何理由。所以今個星期美國3大癲事。總結一下：第一，威州回收中心擺出一個17.3嘅限速牌，逼司機做心理學個案研究。第二，印第安納警員接報一隻動物擋路，去到發現成個農場走晒出嚟。第三，愛達華州 David Rush 用下巴頂住滑板成個鐘，攞咗佢人生第351個世界紀錄。如果你問我今個星期邊條最癲，我自己會投 David Rush 一票。因為限速牌都仲有少少實用價值，成個農場走出嚟係意外，得 David 係自己揀、自己練、自己受苦、自己慶祝，3件事入面得佢一個係由0做到351，呢個唔係執着，呢個係對冇意義事情嘅深切信仰。好啦，今集一周大癲就講到呢度，你覺得今個星期邊單最癲？留言話俾我哋知。如果你中意呢類美國爆笑新聞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埋訂閱微細台。我哋下個星期繼續同大家睇睇美國又會癲到咩新高度？世界已經夠癲，我哋下集一周大癲再見。